让他去，我们俩好好说说话。人多热闹，等师妹回来了，咱们4个一起说话，那就更热闹了。哎，师傅，徒儿这话有什么不对吗？那好，咱们就都在这儿亲热。哼，咱们谁跟谁，不用拐弯抹角了。好，还是师傅爽快。这次弟子前来，确实有一事相求。你已经名动江湖了，还有什么事情能求到我这个瞎老头子名下？徒弟近日在江湖上遇到几个劲敌，虽然没吃什么亏，但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临走时随手发了一镖，打伤其中一人。江湖上，今天牛打死马，明天马打死牛，不足为奇。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武林中人，而是开封府的秘密捕快。恭喜你，能被开封府看中的人，再差也得有70%。师傅以为徒儿是被开封府追捕之人，难道是你追捕开封府的人？哼，师傅说笑了。当朝是由庞太师一派把持，而开封府的包黑子时时与庞太师作对。而眼下徒弟正在太师府中当差，这次出来是出公干的。那更得恭喜你了，能傍上太师府这棵大树，以后谁还敢骂你是丧尽天良的采花淫贼？以后谁见了你，还不得躬身称你为老爷？师傅骂徒儿，徒儿不生气。这次前来，只是要知会师傅一声。如果开封府的人前来要解药，那是万万不可以给的。我要是答应你，你会信吗？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思，是庞太师的意思。师傅是个明白人。想不到我技强，英雄一世，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我们跟他拼了！师母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徒儿是在求你们呀。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如果我们要是把解药给开封府的人，你就会把我们全都给杀了。哎，菜花，婶婶给你今天拿的是比较简单一点的，你先拿去学着，等到以后啊精湛熟练一点，婶婶再给你拿繁复一些的啊。谢谢婶婶，等我用过之后就立刻给您送还回来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你拿去用。婶婶，那我先走了。呀，再坐一会儿嘛。不了，我还得赶回去给我娘做饭呢。啊，那由你吧。婶婶再见。姐姐有空找我。问你爹你娘好啊。走了，婶婶。哎，好好。你们是我的师父和师母，我怎么会那么对付你们呢？我向太师保证过，
你们是绝对不会把解药给开封府的人。当然了，如果要让太师相信的话，那倒是要师妹跟我走一趟。畜生！你敢打我女儿的主意？你放心，师傅，庞太师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会让他的家人为难于他，还会整天大鱼大肉的让他吃着，绫罗绸缎的穿着。等太师扳倒了那包黑子以后，哼，我就会亲自把他送回来的。你休想！赛花，他根本就不在鹅凤堡。哼。家里来人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师妹回来了。快走！燕飞，燕飞？什么燕飞？老子是大名鼎鼎的南侠展昭，连老子的大名都没有听说过？展昭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全家？少废话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怎么可能舍得杀你呢？我要想取你性命，早就一剑封喉了。来吧。大胆展昭淫贼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门偏来。这种地方都能被你们找到来捣乱，又坏我好事，真是晦气！也宰了你这瘟猫！老孙，闪开！老孙，别追了，救人！放我！天哪！展昭这恶贼，为了不让我们拿到解药，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。看，能不能救活？死了！八哥，真死了！找解药。对。呀，你找着没有啊？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老岳怎么办呢？
他可能知道。她如果是季强的女儿，她还真有可能知道。但她不也中毒了吗？如果没有解药，她也得死。老四啊，他中毒没那么长时间，我可能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用嘴。好办法，二哥。对，不行，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用嘴去吸，那万一你也中毒了怎么办？不可！哎呀，二哥，哎呀，你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现在还没搞清楚她到底是不是季强的女儿。万一不是季强的女儿，我们就算是给她吸了也没有用。哎，二哥，你干嘛？我来呀！慢点。行不行啊？啊！没事儿。季，你能不能分一分青红皂白再出手打人？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救你的人。你看，金疮药我刚敷上的，不然你早死了。我跟你说。季姑娘，你既然是季老英雄的千金，你知道解药在哪儿吗？啊！解药，季姑娘，你没有解药，你怎么救的我？哎呀，还是我二哥救的你，人家一口血的帮你吸出毒血的。我二哥，你怎么了？要解药呢？解药啊！就在那个关公像后面。谢天谢地呀！没有啊，在那个木板后面。找到了，是这个吧？快取出来给我恩人服下。行，二哥。那你怎么能丢你让我拿你洗洗啊？好点没，二哥？啊，我疼。没事儿。那我去管他了啊！季姑娘，你也赶紧服一粒啊！那余毒。好些了吧？节哀顺变嘛。季姑娘，我先不在这儿陪你了啊！我看我们的马跑了没有？你节哀顺变啊！节哀顺变啊！哎呀，哼，难怪老二要冒死跟我抢着神血。这么漂亮的小姐，谁见了不动心？嘿嘿，
看来这个老二是面带诸相，心中明亮，瞅准机会闷头就上。算了吧，像我这般身材和尊容，就是冒了这份死也抢不过他。让给你，让给你。把进进去的毒素吐出来就好了。把毒素吐出来就好了。好点了吗？也挺好。恩公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二哥吐了挺好，吐出来就好啊。恩公，你漱漱口吧。有了，姑娘。那您在这歇会儿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没好？没事儿。你吓死我了！二哥，你看，你吐出来都是些黑血，吐出黑血就没事了。哎，姬姑娘，姬姑娘，这上我来吧，啊！不行，好处不能让老二一个人占完了。季姑娘，季强夫妇啊，桂二老的遗体已经入殓，改日即可下葬，你请放心。怎么了？还望恩公在上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啊，好了，来，季姑娘，请。我们兄弟当不起姑娘这样的大礼。请问二位恩公尊姓大名？哦，他姓韩，叫韩章；我姓蒋，叫蒋平。我和他是结义兄弟。原来二位恩公是江南五义中的二侠跟四侠。是，一些江湖虚名。姑娘，其实我们来是求要来的。对，我二哥说的对，我们其实是有求于姑娘你呀，所以你就别一个恩公的叫了，我们当不起。如果季姑娘不嫌弃的话，叫我一声四哥，叫她一声二哥，那就可以了。小女子岂敢受如此托大，我以后还是叫二爷跟四爷。别，叫爷太生分了，叫哥就行了，亲切啊。还望姑娘赐。哎呀，我的好二哥，要啊！季姑娘已经赐给我们了。太好了，老四啊，赶紧拿着解药回桑花镇给月。对，老岳的伤不行啊，二哥，不行！为啥？这么着，你去，我在这儿守着，啊。我去？对呀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中毒了，弟弟我没中毒啊！
万一展昭那个贼子杀回马枪怎么办？啊，我在这儿，我还能抵挡一阵。你去。要是展昭那贼子敢过来，对啊，我就用雷公弹，我炸死。行了，二哥，那雷公弹呢，用一颗就少一颗，用完了怎么办呢？所以还是你没用完，我就能炸死他。你那雷公弹有多少？您就安心回去送药吧。我今天是一不小心才受了那毒子的毒镖，如果他敢再回来，我自有方法对付他。没错，要是那贼子敢回来，我一定炸死他。好，我该走了啊。七姑娘，那就麻烦你照顾二哥了啊。老四，我帮着季姑娘处理完她父母的后事，就赶回去。行，我等着二哥。婶婶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们到那边去说啊。来，我们这边走。赛花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？不知道。救你的那位韩二爷，你对他了解不了解呀？是江湖中有名的武艺中人，是一位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的大英雄。婶婶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？婶婶，你但讲无妨。赛花，一个女孩家的，不管是如何英雄豪杰，到头来还是得要出阁嫁人的。我认为，那位韩二爷既然是个仁义之士，又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不如把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。你觉得呢？依我看呐，那位韩二爷除了有点口吃结巴的，是样样有样，要行有行的，还真是位踏踏实实靠得住的男子汉。你看行吗？万一人家看不起，那等婶婶去试探一下，他有没有家眷。婶婶，啥？就算他有，也可以。做个小也愿意是吧？只要他愿意，他不嫌弃我，我这辈子哪怕是给他做粗活，我也愿意。都说美女嫁英雄，好汉娶百妻。只要你愿意了，婶婶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
韩义士，哟，你在这边干什么啊？啊，大婶啊！来，上来。哎，没事。怎么想家了？没有，韩某人父母早就双亡了，怎么能想家呢？没有父母了，那是在想老婆孩子？我还没成家呢。哎呀，韩义士，这次啊，多亏你冒死相救了，赛花才逃脱了鬼门关，总算是给季家保住了一个亲骨肉。季老爷子夫妇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。哎，没有大婶，行走江湖，一降扶弱是侠义本分。韩义士啊，虽然你救了赛花，可是他眼前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、无家可归的孤儿了。你说，她一个女孩子家的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啊！哎呀，是啊，一个女孩家的，这怎么办呢？韩义士，我是在问你呀。问我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救人救出头，杀猪杀断喉。韩义士，你救了他一时，何不再救他一世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那样说好了，韩义士，你呢是无家无室的，赛花呢是无依无靠的，你呀就把赛花带在身边，给你做个媳妇儿。这如何使得呀？哎呀，使得，这是天赐良缘的好事儿。不行，这要是让江湖上的人知道了，还以为我是趁人之危。哎呦，不会的，哪里会是趁人之危呢？哎呀，这是助人为乐。不行，再说我行走江湖也没个固定的家呀。说起来呀，赛花也是个行走江湖之人，你呀带着她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，你们两个同甘共苦，哎，老公打锣，老婆唱戏的，多逍遥自在，是吧？那哎呀，别这个那个的了。赛花中箭之后啊，是你为她吮血治疗的，你们呀也有过肌肤之亲了。大婶，这话不能乱说。那是情急之中不得已为之，不是故意轻。是。哎呦，都知道你是情急之中救人，没人说你轻薄。大伙儿啊都夸你是义薄云天、古道热肠的大侠。不，大婶啊，那就算是我同意了，人家赛花能看上我吗？你呀，为赛花吮血疗伤的地方，也是女儿不便之处。这要是传扬出去，实在有些那个，是吧？如果你不娶她，以后还有哪个男人肯娶她呀？大婶，只要赛花同意我就同意她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你们两个都没有父母，我呢虽然是赛花的邻居，她从小啊就叫我一声婶婶，我们两家本来就亲如一家的。今天我就冲这个大了，给你们做这个主了。不，大婶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吧行走江湖，也没有个固定的家呀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只要你到哪儿都带上赛花，到头来你们两个选个合适的地方，再拜堂成亲也来得及呀，是吧？那行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哎，
赛花还等着我去回话呢，我呀这就去告诉他啊。好，好。升堂。来呀，带人犯！带人犯！万岁！此事与老臣和孙荣没有任何关系，全是包拯信口雌黄、捏造事实、陷害老臣。万岁，这是使犯迟雄亲口所供。重刑之下，什么口供得不到啊？万岁不信，可以预审。好了，都别争了。太师所言不无道理。贼人的口供不可全信，万岁所言极是，但也不可不信。万岁圣命。此案案情重大，绝不可草草了结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，不可冤枉半个良善，也不可放过一个歹人。臣谨遵谕旨。不是还有一个歹人漏网之徒吗？等他缉拿归案之后，一并审理，交律法严审。臣希望早日查个水落石出，还老臣以清白。此案情节严重，手段恶劣，给东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。必须先将已经拘押的那2名犯人押往闹市，斩首示众，以清平社会，安抚民心。万岁，据这2贼交代，他们3人均是国舅爷庞玉从陈州所派。如果此言当真，那么那沈仲元一定是逃回到陈州去了。从陈州来也不一定要逃往陈州啊。因此，臣恳请万岁降旨，允臣立即赶往陈州，一来捉拿白玉堂，二来也好向国舅爷证实沈仲元其人。先把这2个贼人给斩了，平息事态再说。臣遵旨。伯父，伯父，老岳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只要有解药，还有救。解药来了，来，解药，外服1颗，内服1粒，12个时辰之后再服1粒。好，快，按他说的，先服1粒，后1粒称降，敷在伤口上。快去，快去！不，你快去！哎，你坐啊，贾医生，你坐着。哦。来，一路辛苦了，在这儿不辛苦。哎，伯父啊，跟你请教一个，你们家这个医术是家传还是另有师承啊？我是从小拜师学艺。哦，那伯母的这个技艺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啊，他是跟我学的，一点皮毛而已。那我就不懂了，伯父。伯父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觉得老岳他不是一般人，人中龙凤，是条汉子呀。伯父，你干嘛不亲自施救呢？那伯母过去，啊，按理说呢，咱们治病救人之人，不应该有什么避讳啊。可是这毕竟是男女有别，所以我让我老婆代劳了。你再说一遍，是男女有别？嗨，你呀，就别瞒我老夫了。你们把他抬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岳公子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。什么？您说老岳是个妞？虽然这耳环呢很久没戴了，已经长满了，但是还有痕迹。最大的区别就是这儿啊，对。
老天爷！哎呦，我就是个蠢猪啊！爹，娘，女儿我一定手刃展昭，为你们报仇雪恨。赛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把二楼仇报。快别哭了，你就放心的跟韩医师去吧。你爹你娘的坟墓啊，自有乡亲们照应着啊。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啊！上马吧，走吧，我们走啊。哎，你们以后记着，常回来看看你爹你娘啊。小生有礼了，月姑娘。蒋医师，周老蒋医师，岳公子的伤已经处理好了，是吗？你要不要进去看一看呢？作为他的四哥，我肯定是要去看一看的。好，我这就去看。哟，四爷今天怎么这么精神啊？精神吗？那是四哥的常态。你还是认识四哥的时间短了一点。哎，你这个伤好没好你就乱动。好，来，没关系的，慢点，慢点，有台阶。我真的没关系。可是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我二哥他表叔家，他表叔是个大夫。你记不记得你中了毒镖了？你不记得，当时你已经昏迷过去了。虽说是在几天前的事情，可今天你我相见，恍如隔世啊！你中了毒，必须要找到解药。是我带着韩老二，我们快马加鞭，跋涉300里。经过1天1夜的跋涉，终于拿到了解药。又快马加鞭，又经过1天1夜的跋涉，300里的路程，在你不行之前，终于把解药送到了你跟前儿。在下有劳四爷了。